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鼠米恩，这次带着阿姆斯特丹美式生活的专辑有一场音乐小旅行的巡回，在全台湾各个地方，希望大家可以来听。然后这次音乐小旅行还有很特别的场次，在3月2号在宜兰麦巴球，3月14号在高雄英澳台，3月22号在台北，然后更感店，3月28号在桃园雷尔咖啡，还有最后一场弹唱会，3月30号在台湾好店，然后这些都是售票演出，当然我也会带来更多好听的创作的作品，还有我们限量的小旅行的礼物，其他的像在各大城市也有免费的演唱场次，也希望大家惜家带眷，带朋友来一起听，反正免费的嘛。总之，希望这次美式生活可以真的给大家来认识我自己的阿姆斯特丹，创作的另外一个不一样的音乐，希望大家可以来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